再来看台北医最近有一个研究指出讲，伫过去的3档，35岁到39岁，甲卵子冷冻起来的女性是增加8成啦。主要是因为上晚结婚因替未来想要生囝来做准备。也毋过研究嘛发现讲，伫台湾只有8%的使用率，比美国的38%是减少真侪。今就看白论占内面内容。坐伫个碰椅，动作真细致，甲针插入去腹肚。伊是咧做品牌行销经理的当小姐，当咧做冷冻卵的前置作业，含伊共款还未结婚就选成冷冻卵的台湾女性，人数伫最近几档是加甲真明显。台北医一项研究指出讲，过去3档35到39岁冷冻卵的女性，人数是增加86%。女性们大概都大多蛮独立的，就不见得说，真的一定要赶快找一个老公，然后找一个就是人要依靠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就其实我们还是会想要有自己的事业啊，我还可以有多一个未来的选项。台湾去年的总生育率干那0.89，是创历史新低，无到全球平均2.1的一半，干那比韩国和香港好一点嘛尔。虽然冷冻卵会当互女性先留一条后路，变做是愈来愈侪人的选择，但是医疗机构嘛发现讲，台湾目前大约干那8%的女性有去用先留的卵子。这个比例和美国的38%比是差真侪。目前在台湾冷冻卵的疗程，包括提卵、医疗费和看诊费，大约是需要台票82000到123,000。这个无包括当年卵子放伫遐的费用5000到1万，毋是大家人拢有法度负担的。目前在汤市和生殖市有部分的费用有补助。另外，目前伫台湾，敢若和已经结婚无共性别的翁仔某会当做人工生殖，独身的和同志的翁仔某拢互排除在外。未来敢有可能放宽限制？为何曝光？因为手法是牵涉真侪面向，主要斟酌做综合评估。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。